在屏东有6堆忠义祠，过去6堆义勇军远征平反战乱，携带干粮。这个历史典故呢，引发了6堆当地烹饪老师曾瑞美发明了所谓的战斗饼。他以芋头、凤梨、椰子、柠檬，还有猪肉、花生6种特产当成馅料制作战斗饼。那么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带您来品尝。屏东竹田国中的家政教室里，一群学生围绕着老师学习制作战斗饼。好，这样子把它拌匀就可以了。好，撒面粉，均匀搅拌，再使尽力气揉面团。学生紧盯着每个步骤，拍照做笔记。好，长条状，然后我们也把它搓圆。如果说你们要压大一点啊，你们的面团就是用多一点。对，这大一点。取名为战斗饼，灵感来自于屏东6堆。过去6堆义勇军远征平乱会携带干粮，于是以客家历史为发想，制作战斗饼。没有属于这个我们6堆里面的一些糕饼，好一些饼干，所以我想说，好多那个也是有这个荣幸。担任到社区大学的讲师，想讲有什么特色可以跟别的地方某相同。烹饪老师曾瑞美回忆，当初发明战斗饼研究了3、4个月，丢掉了无数个失败品，才有这番成果。像你讲的生活的时间，还会去梦中去寻找灵感。对啊。不管年轻或年长者，男生或女生，都埋首面粉堆里制作战斗饼。一块块精致的糕点送入烤箱烘焙，180度高温伺候，烤得均匀受热。40分钟之后，打开烤箱，香气先窜了出来。一块块战斗饼令人垂涎3尺，香味弥漫了整个教室，无法抵挡。他们赶紧把饼拿到一旁，让它放凉，增加脆度。不过学生们受不了那饼干的诱惑，等不及凑上前去品尝成果。好吃吗？好吃！赞！有高树的芋头，内埔的凤梨，把6堆代表性产品加入战斗饼，别具意义。他们用美食保存客家文化，一口战斗饼细细咀嚼客家故事。6堆军的斗志在历史洪流里蔓延，客家人的拼劲在蒸炉烤箱中形塑。芋头、凤梨客庄特产，烘焙老师揉入面团，献上香气扑鼻的感动时刻。